请问台语咧讲的继承，伊是什么意思？继承，继承。哎呦，哦，主见够有主见了吗？因为我还未结婚啊，所以我死一定唔对的啊。你还未结婚就知影死唔对，反正人结婚咧知影死对的啊。你这个想法敢若怪怪咧，系啊。结婚是爱去练门床啊。无想哎，那个换眠床就困换袂去，眠床就困袂换去。眠床，眠床的意思。我唔知。台南的讲 A， 台中的嘛，中部的嘛讲 A 呀。北的嘛讲 A， 啊，台北嘛讲 A 咯。看对哦。嘿，好，咱来看这个，换眠床就困袂去，对唔对？搁掉一个咯。咱分数甲加起来。恭喜哦，得到6000块咯！哦，厉害厉害。先注意一下，这个字是禁基，还是讲禁期吼？啊，这个基也是期，这两音拢有啦，就是后边若有层的时阵，爱叫做基层，或者是起层，嘿，爱降低音安尼吼，嘿，啊，就是讲若换铺的，无法度困安尼意思，嘿，对，有这个，嘿，所以有这个名基层起层。